谢谢各位。这一刻呢是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激动的一刻，因为今天晚上刚过去的是我们从2019年在香港的戏剧中心音乐剧《大壮王》的预演以来，我们花了7年的时间，然后今天晚上在上海，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第100场的演出。没错，我们要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每一位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曾经有参与过这个制作的所有的演员、技术的人员，还有创作的设计师等等等等，因为他们的投入跟贡献，这个音乐剧才有今天，才可以走得那么远，那个蜻蜓才可以飞得那么高。在这里呢，我要特意的请大家给热烈的掌声，因为其实今天这个100场呢，真正有两位演员是真正的完成了100场，他们就是邓雨婷还有冯志友，他们是一场不漏。谢谢。大中华团队呢都是充满着爱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一直支撑着大家，一场戏一场戏，每一个晚上这样子走过来，所以我这里真的要现在我已经有点乱了，讲不出话来。你现在对我已经讲不出到你了，救我啊！到你了，你要讲什么？要特别感谢每一位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你对我们的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都会继续的用心演好每一场，希望《大壮王》这个作品可以走得更远，变得更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在这里跟我们一同见证音乐剧《大壮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有机会跟大家见面，陪伴着大家。希望我们在下一个100场。200场、500场、1000场，我们再见面好吗？希望这只金蜻蜓可以飞到更远，陪着大家到天荒到地老。谢谢。最后呢，大家也看到这幕关上了，那代表什么呢？送给大家最后的一点小礼物 ，One Night Only。望見老鼠在灶邊，又見阿妹在閘邊，見舅父捉下蜆。夜食菜花唔食完，娘話氣雞是撞見，係阿爹佢未落田。大個似一集會變，大個仔應份要點，要有口齒先有面。凡事咪照耀撞遍，人善個天能望見，是與非永遠並存。細路結伴足印除了聲，走到溪間心似湖平靜。傳說世上還有燦爛金蜻蜓，一照照得樹有影，伴我有風又有景，再看真清溪倒影。尋覓那蜻蜓路徑，如像到天涯盡興，直至大望明共識。
有，心境將心照得通透，那底蘊心聲，終於間一概猜得透。論人容貌用美醜，靈魂辨別看污垢。哎呀，只盼終有心鏡中映照出星宿，也將我參透。多曉得心似牽絲藕，伴我過橋頭渡口，如同神明在庇佑。哎呀，回望昨天，苦海惡浪浮，不知道未來以後，但求最後飲半啖美酒，無奈最終苦酒卻在後，凄風中抱着石頭，逐流裝鬆，心鏡或許滿是塵垢，不知不求，心鏡中間有粒星宿，照心裏黑暗，一瞬間反照出感受。用葡萄造就美酒，飲一口山清水秀，知道與否，是神是口。懸崖急轉彎，傳來風是冷，無神仙來移山，難逃出劫難。懸崖上所見邊際，誰能限？可有辦法昂然飛出今晚？懸崖千尺關，前行風亦冷，如神仙難移山，如浮生有限。懸崖上飽覽，天際如無限，一腳踏上雲層灰飛煙散，轉眼就百丈能闖過。